即个过年休假港，真侪人要出国。最近呢，这外交部领务局就出现办护照塞车情形，现场爱等2、3点钟，要拿网络顶头注文呢，爱排到4月才有时段。想要伫咧过年进前摕到护照，这领务局就提醒讲，一个拜五就要送件，才会赴最后的上班日2月13日着。照片要贴2张哦，身份证、护照要拿出来哦。 外交部领务局门口人排甲落长，大家拢是趁过年前赶紧来办护照。实际看27下昼2点半，现场等的人差不多280人。若是1点钟会当处理120号出来算，拜后壁的可能要等2、3点钟。 3个小时了、哦，没有，咱11点了，11点半了。啊，到今嘛，慢了刚不3个小时。应该是寒暑假人都比较多，过年大家想出国去旅游。但还好，现在就可以网络查，不会一直要在这边。领务局讲，这群是新办护照的旺季，甲去年12加比，已经是加1.5%。那以26一天来算，全国新办数9074件，其中北部上多4332件。 中部办事处2113件，东部办事处是上少。要若想要伫咧网络上有效，领务局就要等到4月中才有时间。中部甲南部办事处伫咧过年前也拢已经约满。领务局讲，若要伫咧过年前摕到护照，一礼拜5进前就要送件才赶会赴。这个礼拜的礼拜5，在送件的时候，领照日会是农历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。每个礼拜，通常是礼拜1，人数是最多的。那每个礼拜的礼拜4人数是最少。那通常连假过后的第1天也是人数最多，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个资讯。办护照有真侪方法，第一遍办护照的人会当去户政事务所送件，换护照会当委托亲戚朋友或者是旅行社代送，也可当用有条件式的线上申请。现在只要护照过期的话，线上就可以申请新护照哦。只要那是符合伫台湾有户籍的成年人，现有的护照过期或者是效期无到6个月，相关资料拢无变更的3项条件。 就当利用自然人凭证，在线上申请换护照。台湾本岛等10天，离岛14天，就当去现场领，较袂现场办爱排真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